咦，個風扇壞咗喎，我哋應該買個部新嘅好啊，定係攞去復修好呢？梗係復修啦！復修唔單止係整好部電器，更加係一種愛護地球嘅生活態度。好，我去復修啦。小心啲啊！師傅，我個風扇壞咗啊，你可唔可以幫我睇下？哦，係啊，其實通常風扇或者小家電咧，如果壞咗，其實好多時都係一啲好少嘅問題啫。咁一陣試下拆開同你檢查一下，咁就知道整唔整得翻㗎啦。我哋係復修號，為大家提供咗一個自由定價嘅維修空間。街坊可以拎壞咗嘅小型家電上嚟，交俾我哋嘅義工師傅幫手維修㗎。除咗提供維修服務，呢度更係一個分享知識同手藝嘅地方。好多街坊都會加入一齊學習復修知識㗎。復修文化唔係淨係換個零件咁簡單㗎，而係一種關於珍惜循環再用嘅生活態度。維修除咗可以減少資源浪費，減輕對環境嘅負擔，更可以推動永續嘅生活模式㗎。而復修權 Right to Repair 係一項全球嘅消費者權益，主張大家有權利揾到維修資料、零件同工具，唔使逼住買新嘢㗎。復修號一直以推廣循環經濟、減少浪費為使命，透過教育同服務推廣復修文化，令居民都可以參與並學習維修，一齊為環保出一分力，建立綠色社區。我哋邀請你同復修號一齊發揮復修力量，為可持續未來努力。